大家好，我係摩根資產管理零售分銷業務總監 Philip。中國嘅投資環境咧喺過去嗰10年咧發生咗重大嘅變化，而我哋嘅投資策略咧亦應該因時制宜，可以更好咁樣把握中國市場嘅投資機遇嘅。整合咗2個主要原因，先為大家分析點解而家中國嘅投資環境適合以收益為主嘅股票投資策略，以及稍後咧亦都會分享我哋摩根中國股票高息策略嘅3個要點嘅。第一點值得投資者留意嘅中國股票收益投資策略嘅原因，就係中國嘅企業管治持續改善。中國企業越嚟越重視股東回報同埋資本紀律，而唔係單單追求增長嘅。而近年中國上市公司嘅回購股份同埋派息金額嘅持續上升，唔單止令到依類價值型股票嘅收益有所提升，回購比例嘅上升咧，亦都有望令到每股盈利增加，支撐到佢嘅股價嘅表現嘅。第二點就係中國股市近年嘅推動模式咧，已經開始偏好價值同埋收益型嘅股票。動量投資風格嘅股票咧，唔再係中國市場唯一嘅領導者啦，反而價值同埋收益風格嘅股票咧，近年咧亦都逐漸取得到優勢嘅。喺未來較低利率嘅環境之下咧，分派股息又積極回購股份嘅中國企業咧，有望繼續受到投資者嘅偏好。為咗捕捉上述嘅機遇，我哋嘅摩根中國股票高息策略有望透過以下3個要點，為對中國股市有需求嘅投資者提供多一個選擇嘅。首先，第一，較高嘅收益。策略以收益為本，透過核心部署收益型嘅股票，配合出售指數期權以產生額外嘅期權金，有望爭取到較高嘅收益。參考翻過去5年嘅歷史數據啦，以中國股票配合出售指數期權嘅策略，能夠提供相對原本指數高大約3倍嘅收益，滿足到投資者嘅收益需求。第二，攻守兼備。策略雖然以派息股為核心啦，但係仍然能夠採用共齡式嘅配置方法，涵蓋多元化嘅派息同埋非派息股，同時兼顧同埋捕捉到中國較高增長嘅機遇嘅，例如科技同埋人工智能等等相關嘅長線主題，令到投資者同時可以參與中國嘅股市增長嘅。第三，參考翻過去5年嘅歷史數據，透過收益同埋價值型股票嘅防守特性，結合以期權金將個波幅轉化為收益嘅。以中國股票配合出售指數期權嘅策略，亦都可以將個波幅相對原本指數降低大約9%嘅水平。最後簡單嘅總結，我哋見到中國市場嚟緊喺企業管治嘅改善同埋價值收益風格崛起嘅雙重利好因素，為收益型股票投資策略創造咗理想環境嘅。摩根中國股票高息策略正好把握咗呢個趨勢，憑住較高嘅可分派收益同埋攻守兼備嘅配置，為咗想參與中國股市增長，同時收取較高派息嘅投資者，提供具增長潛力嘅多元化中國股票投資方案，幫助大家喺多變嘅市場環境捕捉到市場機遇。